根据目前的 X 光片，根据眼前的天光片，根据眼前的天光片，您压到的那个地方有骨折，你砸到的位所骨头有断，你砸到的位所骨頭有斷，这个需要开刀。你會開刀，你會開刀。请问医师，如果是打石膏呢？請問醫生，那係打石膏呢？請問醫生，那係打石膏呢？相较于单纯打石膏，留單純打石膏來比，留單純打石膏來比，开刀会让您复原的比较快。開刀會幫你風險到下降，開刀會幫你風險到下降。后续我们将会诊骨科，後續我哋會會診骨科，後續我哋會會診骨科，再为您做进一步解释。將留你做進一步解說，將留你做進一步解說。您最后一次进食是几点钟？你最尾一擺食東西係幾多點？你最尾一擺食東西係幾多點？今天早上8點鐘。今半夜清早8點，今半夜清早8點。哦，我们建议是空腹再开刀。我哋建議係空腹再開刀。我哋建議係空腹再開刀。要请您从现在开始不要吃东西，我請你對底下開始莫食東西。我請你對底下開始莫食東西。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些开刀前的基本检查。接下來我哋會過做到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接下來我哋會過做到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請問開刀前要空腹多久呢？請問開刀前要空腹幾久呢？請問開刀前要空腹幾久呢？至少要8个小时。天魔未愛8點鐘久，天魔未愛8點鐘久。所以还要8个小时才可以开刀嗎？所以喊來8點鐘久，才做得開刀係麼？所以喊來8點鐘久，才做得開刀係麼？是的，除了非常紧急情况，係除了非常緊急情況，係除了非常緊急情況，一般我们会建议空腹后开刀。一般我哋會建議空腹後開刀。一般我哋會建議空腹後開刀，因为有些患者在麻醉过程中会呕吐，因為有啲患者喺麻醉過程中會吐，因為有啲患者喺麻醉過程中會吐，这些会增加风险。呢啲會增加風險，呢啲會增加風險。哦，了解。那请问手术后完全康复的几率有多高呢？了解。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嘅幾率有幾高呢？了解。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嘅幾率有幾高呢？如果手术过程顺利，係講手術過程順利，係講手術過程順利，身體的功能可以恢复到很好。身體嘅功能就得恢復到當好，身體嘅功能就得恢復到當好。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，尤其係像你咁樣嘅後生人，尤其係像你咁樣嘅後生人，我们后续会请骨科医师一起会诊。我哋後續會請骨科醫生共下會診。我哋後續會請骨科醫生共下會診。需要住院幾天呢？要大院幾多日呢？要大院幾多日呢？以您的这种情况，通常需要住院时间是3到5天。像你呢種情形，最低大院時間係3到5日。像你呢種情形，最低大院時間係3到5日。不过我要跟您说的是，不過我會留你講嘅係，不過我會留你講嘅係，医生不过指路人，养病全靠自用心哦。醫生不過指路人，
让平全可七家亲哦。医生不过记录人，让平全可七家亲哦。谢谢医师。什么医生？什么医生？您好，我先帮您抽血检查。你好，我先让你抽血检查。你好，我先让你抽血检查。还有打点滴哦。还要做提供啥哦？还要做提供啥哦？好，我再帮您消毒，会有点痛。我鼓让你消毒，會有啲的切。我鼓讓你消毒，會有啲的切。好了，如果还有任何疑問，好，那係還有任何疑問？好，那係還有任何疑問？可以再詢問醫生。做得高詢問醫生，做得高詢問醫生。這是辦理住院手續單。你係辦理大院嘅手續單。你係辦理大院嘅手續單。請您到醫院門口處的左邊櫃台辦理住院。請你去醫院門口嘅做手續開推辦理大院。請你去醫院門口嘅做手續開推辦理大院。謝謝你，我現在就去辦理住院。希望你，我哋下就去辦理大院。希望你，我哋下就去辦理大院。等你們完成住院手續，等你哋完成大院手續，等你哋完成大院手續，樓上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們。六等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哋。六等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哋，就能帶您上去病房稍作休息。就早啲帶你上去病房休息一下啊！就早啲帶你上去病房休息一下啊！好，謝謝你們。好，希望你哋。好，希望你哋。